学实验室爆炸研究生咧操作锂电池的时阵，哪像因为伤小，所以甲电池刷去走廊，互爆炸加在人小可烫着尔。高雄安泰病院医师王炳书甲人做减肥手术，煞造成2个人死亡。手术过程发现有违法，目前人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中国伫咱经济海形势石油平台，总统府真批评，要求因停止运作。学者分析，在中国是咧进行铺设地带的作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另外来看，这中兴大学是发生实验室爆炸的事件，这是一个研究生伫咧操作锂电池的时阵，那像因为伤小，这学生是反应真紧，所以甲电池刷起到走廊。加在伫咧爆炸的时阵，这学生是手骨小可烫着尔，人无性命危险。有几多台消防救灾车初三暗时入去国立中兴大学的校园，学生囡仔拢带一个，原来是校内工学院的实验室发生意外。就是有一些红色，就是有亮红灯，我觉得应该是救护车或警车之类的，可能是做实验的时候发生一些意外。初三暗时6点外，国立中兴大学团出实验室爆炸意外，地点就伫咧应用科技大楼的5楼。当时一个姓杨的女研究生当伫使用锂电池做实验，操作的时阵好亲像是电压各样，电丝发热，赶紧刷去实验室外的走廊。无想到这个过程出现真大火焰，佮爆炸。有其他学生囡仔表示，锂电池虽然用途真快，不过实验过程爱特别细致。主要是锂电池这种东西，就是它不是一次就会爆炸，它是可以慢慢的燃烧起来的，所以是有足够的时间去把它灭火之类的。边的同学看这情形，赶紧用灭火器把火拍花，佮通报消防队。女研究生好个在，敢若镜头有起烧烫伤，无性命危险。学校通报校安人员后续处理。校表示，这个学生囡仔是当伫进行机器人相关实验的时阵，使用到锂电池，处理程序要依照安全操作程序。锂电池烧起来有可能会继续燃烧，所以他们把这个锂电池从实验室把它移到实验室外面的这个走廊比较空旷的地方那而且使用干粉灭火器呢，就把这个火灭掉。校表示，当时当伫进行研究生的课程，要校长伫边协助，初步了解，毋是人为，也是操作无细致造成的。确实的导火原因，要由火调单位进一步调查。记者采访报道。伫高雄小港的安泰病院，一个医师叫做王明书，伊甲人做这减肥手术的时阵呢，煞造成2个患者死亡。即马卫生局调查是发现，这手术的过程无符合标准，而且也有超收费用，也佮有医疗器材无合法的情形，所以医庭会是决议来废掉伊的执照。目前，这个王明书是以200万交保，互检方限制出境出海。来到小港安泰病院门口，发现患者明显减少。大门口有打广告讲，外科门诊甲大医业务爱暂停到11月底。这是因为安泰病院医师王明书替病患做减肥手术，小煞造成2名患者死亡。经过卫生局调查认定，王明书动手术不符合国际标准，医师停改回决期，正式废掉伊的医师执照。另外，包括手术超收费用、使用无合法的医疗器材等等，除了罚款，也依上检调侦办。而院方也因为同意王明书执行正义手术，业务管理有欠点，和卫生局下令外科门诊短期业务停业3个月，包含安泰医院外科业务停业3个月。医审会也决议废止王明宇医师执业执照，相关案情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所以你也是对病院做有信心的？有啦，这件有。像你谈到讲这种问题，我就感觉讲较无可能呢。可能是来人的。啦，伊可能是来迄原捌哩。因为医师甲病院拢有违法使用无合法的医疗器材，检调单位初三针对王明书住的所在、公司甲医疗场所来进行敲催，查考交易资料等相关证据。初时透早夜团被告甲相关证人到案说明，约谈了后，检方裁定王明书200万交保。本署检察官就王姓医师涉犯医疗器材管理法等案件，于昨日执行搜索，并于今日凌晨讯问被告王姓医师后，预支交保200万元及限制出境出海。卫生局调查，拢总有67人互超收费用，一案罚5万，拢总罚病金335万。当时和院方9月30进前爱将超收的钱还给患者。针对卫生局相关调查结果甲处罚，院方内部表示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因无方便讲啥。记者看下如库朝阳高雄场报道。这后个月就是中秋啊，即马中华家角咧是做这月饼来卖。顶个月开放预订，结果短4点钟来就卖出7万粒。家角是表示讲，或者受刑人呢会当来做月饼，培养因的专长，就是为着互因未来有一个功夫通好趁食。
航路拍开，一粒一粒金黄色的卵仁酥出炉，边仔工作台大家手嘛真无闲，在糯米粉包红豆芽加鸭卵仁，赶工咧做卵仁酥。过一个月就是中秋节，中华家乐推出月饼礼盒，顶个月28开放注文，一日的时间就卖出7万粒。我今年有比去年增加15000粒，拢总要卖10万粒。8月28开始开放订，第一天就订车7万粒啊。中华家乐表示，当初设立烘焙工作室，就是希望受刑人会当学到趁食功夫。有原本会晓做饼的同学来看价，某人是自头开始学起。即阵中华家乐替糖仔牌的月饼做出名声，嘛互受刑人增加不少自信心加成就感。我感觉袂歹，因为教因互我有一个成就感，包括讲因愈学，因的技术愈好。咱能帮助一寡同学因出去，佫有较好的就业机会，较有机会来这烘焙班。我较有看到正常的收入咧，袂使免落厝的负担啊咧。我去年有机会，我会参加教电师傅的技能训练，看我创业无安尼。除了烘焙班，中华家乐嘛设立长期教学员班、景观设计、电脑相关等等的技能训练课程，希望会当协助受刑人培养专长，提升未来出国的就业机会，顺利回归适应社会。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这诈骗的手路已经愈来愈新啊！这是柬埔寨诈骗集团呢，伊是涉嫌盗空这台湾的黑道，去租饭店找人来假作是投资的民众，而且因嘛利用这 AI 甲台顶演讲的人换面容，变作是咱台经院的董事长，一当骗18个人，这损失金额已经超过1亿。当贵司西米露出现全场拢是破声，讲师行上台前分享投资理财。希望大家都能够认认真真的好好的赚钱。台顶公家吹甲全埔受到大家喝彩，不过这场见面会为讲者甲听众拢是事前准备好的，出来早读剧本，现场应该就真的。在一些高级的宴会场所、宴会厅拍摄影片，会放到这个有被害人所在这群组，营造一种股票公司运作很正常。警方查获的在台嫌犯，未少有帮派背景，涉嫌替柬埔寨诈团做代志，开大钱做饭店的场地，招募大量临时演员，用假投资老师见面会打造甲有模有样，每一届卡要着都开800万，专程拍片记录上传群组，背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互被害人伫投资骗局愈陷愈深。冒用股票老师名义于群组内授课，及冒用投资公司名义成立假投资 APP， 谎称可获得高报酬。编开群组对话内底提起的5教授也是无名使用，嫌犯透过 AI 画面将讲者的面换做台经院董事长吴中书，也是有名企业家吴国林等专家学者以假乱真，提悬可信度无到1年就18人受害，骗超过1.2亿，警方搁较无排除害人自杀。家属捌悲伤上验，都伫去年12月，台北市内湖一对母仔囝发生哄骗千万，将机会行上绝路。这个案经过刑事局调查，怀疑死者甲专案有高度关联。不过，即摆落网的17人，虽然有部分互起诉，却只有1个人有互羁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市伫去年8月时阵来公布火灾预防自治条例的修正案，5楼以下一般的这个主体是列入去爱到火灾警报器的范围。若准无到，而且可抗佮无要改善的话呢，这对9月初1开始，上悬是罚到3万块。就是这政府分的，政府分的。民众提出火灾警报器，讲这是高雄市固本的，因为伫咧领到进前，家己就先开钱买转来投啊，所以就留咧备用。经过1年的宣导，高雄市对9月初1起会针对5楼以下一般主体，若是无到火灾警报器，经过可抗佮无愿意改善的人开单处罚，上悬会当罚3万块。有民众讲警报器真正爱到，安尼安全才有保障。政府未补贴的时阵，阮囝拢买转来装啊，阮佫拢共装咧，装免钱的咧。为着人的安全无，大约是67万户。那本局已经补助约62万户的每一户1颗助警器。那剩余的均是这个空屋以及拒绝接受补助的
住户，大约是5万户。消防局表示，以今年来讲，因为警报器即时通知降低火灾伤亡的案件，拢总有24件。目前高雄的警报器发放率已经达到9%，针对也未达成的7%，会来加强劝导。不过有立场建议，干那看发放的数字袂准，爱确定警报器是毋是有真正倒起哩，安尼政策的推测才有意义。有第一线的同仁吼，咱较辛苦的，咱到第一线的时阵，咱就直接来帮咱的居民吼，来帮伊安装，毋是讲互伊签收鸟，是咱帮安装好，安尼教室来安装吼，确实会当保护到咱居民。消防局讲，目前也无开发的案例，后续会针对要发生火灾主体加强巡查。立场也建议，巡查时阵爱去了解警报器是毋是倒着所在，也佫有电无，避免拄到状况，速步发度发挥效果。记者郭家祖、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道交条例有规定，讲这路口10公尺以内是袂当停车，也毋过呢，伫台中市大理区的立民路有7大巷仔口，这红线是敢若画1公尺尔。民众停车无对着红线是共款的，互人开单。经贸区公所表示讲，这标线是无符合规定，会全部拢做掉定位。巷仔口出门前，我甲一小段红线提出来明，上底只有1公尺。台中市大理区立民路规排下透田社区有7个巷仔出入口，我甲拢互画真白红线，民众伫无画线的所在停汽机车，刷后警察来开单。那你今天可能骑楼不能停，那骑楼它开一定会开的，那只好你就是全部是往内移，就是往马路移了。现在搞得大家现在机车对面也没机车位，你也不敢停。怎么停？十几年了，已经10几年，他已经建了10几年。我是买预售屋嘛，他一开始建的时候，我第一年进来就是这样子。住户讲，10年前买厝的时就有这个红线，今年初道路中心铺路也是有违。警方表示，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交叉路口10公尺内，无论敢是有画红线，只要临停还是停车，拢会当记罚。民代批评，这亲像罚单陷阱，互民众唔知要安怎办。无停伫红线内底哦，嘛是搁去用开单，让百姓觉得说，你是在设计我们哦，还是在抢钱吗？所以我们后续的话会安排厂商就是先把它进行毒消，把它抹除，然后后续社区他们出入口还是民众他们有针对红线有需要的话，我们这边再向我们公所这边申请。主管机关代理区公所强调，10多年前画设的标线，确实的时间点甲申请前已经无法度查。第红线明显无符合目前法规规定，会即速撤销。后手若社区烦恼车辆违停巷仔口，会当去向公所申请画设符合标准的红线。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今年3月，一个民众骑脚踏车经过宜兰大溪大稳路甲稳底路口的时阵，到过这个排水沟的挂结果去摔着伤。伊家己是认为讲，就是因为这水沟啊挂空棚伤大，所以想要来讨6700万的国赔。也毋过县政府却认为讲是这排水沟啊设定的其实是有符合规范的，所以拒绝伊的要求。走人骑车经过宜兰大溪乡大分路甲稳底路口，经过一个水沟挂时阵，无细致刹车，互颔棍啊骨甲梁骨损伤受害。台北市姓陈查某人指控是因为水沟挂空棚伤过大，才互车前链落落，刹车向县政府请求国赔6700万。我主安车迄棚啊，迄袂落，袂落啊，迄链啊，袂落，袂落啊。咁啊，撞起有差，较免咧起伏伏啊。部分民众认为，脚踏车车链要落落水沟挂内底难度较大，有脚踏车车店的头家分析，若第一台脚踏车因通过水沟挂，第二台链啊还过落落，也是无甲可能。牛车车链的宽度上细要3公分宽，代志发生的时阵，牛水沟挂空棚宽度拢伫3公分以内。毋过实际看排水沟啊，看起来是一个一个设计，毋过部分结合的所在都有一条棚，虽然也是比3公分的标准较细，毋过民众认为，若车链都是徛伫这个棚顶悬，有可能是会卡掉的。那设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公路的排水设计规范来设计，那也符合相关的规范。那格栅的这个间隙也小于3公分。这个进前打电话予当事人问些看法，无接听。官府表示，代志发生路段的环向排水沟啊，伫2018年完成。为完工以来继续使用到即马，无发生无正常情形或者是相关的事故，相关设施拢符合规范。民众若是各有问题，应找找其他法律救济管道。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万峦传出性骚扰的案件，这是一个妇人人伊暗时呢牵狗仔散步，经过无电火路段的时阵，去互一个查甫人对后壁甲伊猛刑砍，而且所绊倒着伤。这个查甫人呢事后随走入去附近的树林内，即马当地警方除了加强巡逻，嘛开始来调查。 有无徛命的民众伫面车大门，讲暗时啊伫潮州大桥下骹散步，对内埔河边方向行的时阵，凶互一名查甫人对脚只后猛刑砍，伊的速度非常紧，一个就走入树林内，路尾安怎找拢找无人，提醒要去附近散步的人，爱照伴注意安全。7、8点的时候，那时候都没有路灯，没有路灯，男生啊，还有女生骑脚踏车的都有，整个都河边都黑漆漆的。很危险啊！那边有那种吸毒过量导致弃尸在那边的，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一则新闻？在这个视线到前面那边，原本这晚上都有灯，对，可能有就台风天损坏，然后就还没维修之类的。附近民众表示，傍坎过去迄边确实足暗，无建议一个人暗时啊行。大部分的民众讲，若毋是附近有牵狗仔，恐惊嫌犯会阁愈大胆。为着避免阁有人受害，就把这名查甫人的特征写出来，希望若看到相同的人，会使通报警方。有关网络留言疑似性骚扰案件，本分局目前联络留言民众报案中，并加强该路段巡逻勤务，维护辖区治安。警方呼吁乡亲若有发现可疑人士，请立即拨打110报案。 对此，万峦家族所长有去答问回应，希望当事人会使和警方联络，提供线索，互因调查。警方嘛到现场加绑一份签到的单仔，加强巡逻，无希望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 另外来看，伫台南有一个姓吴的兼职摄影师，伊是涉嫌透过社群软体，也是讲即个 cosplay 活动，去拐一寡未成年的查某囡仔，甲人性侵。这被害者上无是有29个人，其中上届整的毋只12岁尔。即马检方是照强制性交等罪，甲提起公诉，求判25档。 警方到姓吴的查甫人住的所在，当场查扣摄影器材甲做硬碟。伊涉嫌对2016年到2024年经由社群交友软体，也是参加实体甲实扮演摄影活动，诱骗强迫29名未成年少女，并且性侵害，也翕一个影像留起来。婚姻地检署查查伊涉犯刑法强制性交加儿童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这罪嫌，甲伊提起公诉，具体求刑25年，将议员关押禁见。 性侵者共有29名少女，年龄介于12岁至17岁间。本案无性摄影师涉嫌刑法强制性交及儿少性剥削条例等罪嫌，求处定执行刑为至少有期徒刑25年。判越多越好，因为我跟很多人嘛，那有些人他们就太小，他们就说不能出面啊，然后怕家长知道啊。 警告事件起因是2004年底一个婚姻女高中生团事后，一4、5查甫人性侵害，家长带伊验伤报警，4个定前代志才爆出来。专案小组也伫3号硬碟内底发现6817部无同少女遭到性侵害影像。内审基金会认为，青少年时期想要展现家己争取社群的认同，小龙摄影师以免费翕相摄影，尽管的心思以后会合作这方式诱骗，互人误入陷阱。 先去讨论，那我要照什么样的照片？好，我的尺度、我的服装、我的风格，那要用在什么用途？找一下伴，找一下家长跟着自己一起，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相对保险的事情。然后地点上，我们选一个公开的场域。 妇女团体建议，父母囝儿中间应该先处理理解信任，再一步一步协助引导。婚姻地检署强调，受害未成年少女上细汉只有12岁，将也无发现有被害人的影片，向世界乱寄送，也呼吁家长爱注意出来的囡仔有个样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带大家先来关心的是，葡萄牙里斯本一搭真有名的流浪昨出一挂摔落来，上无受15个人死亡，18人受伤。有民众是讲，伊亲目睭去看到这流浪失控，有的人是惊甲跳塘啊逃生。
救援单位紧急出动20份世界有名的营销登山单车摆尾弄掉建筑物，车厢损害较真严重，救援人员会将乘客为内底救出来。 Foi o primeiro a ficar sem travão, sem freio, não sei ao certo o que é. Nós pronto, ficámos logo a ajudar. No momento em que vamos para ir ajudar, vimos o elevador de cima a vir desenfreado de lá de cima. A única coisa que nós conseguimos fazer foi virar costas e começar a fugir para este lado da avenida. 另外一个人表示，看到缆车过失控完全无打倒啊。另外有人讲，缆车失控的时阵，乘客拢跳出窗啊，惊甲大叫。 Estão em estado grave, estão nos hospitais. Lisboa está de luto. Eu acho que todos os lisboetas estamos de luto. Isto é uma tragédia que nunca tinha acontecido na nossa cidade. 营销登山缆车平常时载旅客甲市民，这路线100公里启用，连接20份市中心公园广场甲夜生活出名的上社区，伊是20份大众运输 Caris 营运的3条登山缆车之一。那观光客来坐，当地居民也定坐。Caris 声明，包含每个月甲每礼拜例行保养维护都有照规定完成，每日也拢有检查。 这缆车每年载差不多300万人次，伊有2台车厢，每一台应载差不多40人，分别固定伫看新更烂的2边，由安装伫车厢的运动摩打提供动力来刷电动。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 即马这以色列军队是继续咧攻击加沙，伫加沙市内，即马有上百万人，若是无饭通食嘛，无厝通去住。另外，这哈马斯来绑以色列的人质，即马已经要700天的时间啊。有大阵的示威者呢，这情绪是真激动，甲警方来起冲突。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耶路撒冷的官舍外口，有规定的示威者强要设计控制，甲警方发生冲突。2023年10月初7，互人掠去的以色列人质，即马还有47个人伫咧哈马斯的手内，不过估计其中25个人已经死亡。因互人掠去已经要到700天，亲属甲支持者情绪是按捺袂了，连续几多天伫耶路撒冷示威，希望大家听到。And we've been waiting way too long. It's been almost 700 days that they've been suffering there. 示威民众爬去伫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的厝顶，有人行顶头用红菜写绝境的字板，敲说政府无顾人质。对连续几多天的抗议，纳坦雅胡出面谴责，伊批评这款示威者敢若是一群法西斯民兵。בדמוקרטיה הפגנה זה דבר לגיטימי. אבל מה שקורה בהפגנות הממומנות, המאורגנות, הפוליטיות נגד הממשלה, שהן פרצו כל גבול. 同一时间，伫加沙市以前正美丽海沙坡，即马规片拢是临时搭建的布棚。以色列军方阁一直发炮火警告，叫人向南边线。加沙市民唔知如何是好，无路通退。 معناش فلوس نروح حتى على الجنوب يعني. ابني راح يجيب زي ما بيجيبوا طحين عزكيم اجاني حاملين لي اياه كيس طحين. انا دشرته في الصفطاء وفي المقبره واجيت انا هجرت من غيره. انتوا جوا السياره؟ 这是2024年1月，因为炮火无停，掉伫咧车内加塞查某囡仔辛德拉贾普，伊较互红星月会化救人的电话录音。拉贾普是真侪加沙囡仔的缩影，伊的故事和突尼西亚导演合作加沙纪录剧情片，三个伫咧威尼斯影展首映时阵，这部展现人性残酷的电影，互全场的观众听起来拍不花23分钟，若是创威尼斯影展的纪录，也引起大家的注意。 公司新闻王路梅报道。来看新竹的检警呢，是查到一搭非法的土资场，这负责人呢过去甲新竹市议会副议长伊邦间联络真侪届，所以昨暗呢是去敲新竹市议会副议长的徛家甲办公室，也甲人带转去问话。 好，伫问话了后呢，这新竹地检署是照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申请羁押伊邦间，预计今仔日下晡会来开羁押庭。根据了解，这是检警咧办土资场案件的时阵所发现的案外案，这伊邦间牵涉偌济，即马要待进一步来调查厘清。 另外来关心的是，去年有发生这印尼的女性呢，互人拐来到台湾做性交易死亡的案件，移民署是抓到10个人口犯仔。今仔日在台东的警方也查到另外一件是拐台东人去到泰国来做诈骗的集团，拢总是抓到4个人。即马这2桩案件，检方拢提起公诉。 移民署北区事务大队机动队甲警方经过1年的长期埋伏监控搜证，
今日伫台北、新北市、嘉义等所在，查到以观光名义诱骗外国籍女子来台湾从事性交易的姓吴的男子，甲一位外男籍姓武的女子，因所组成的跨国应店集团总共10个人，查到20几位外籍的女性，其中6个人是人口贩运的被害人，也查到今年1月到5月，这个集团从事不法交易所得362万，被害这个外籍女性，若是护照互因提去，抑个被骗责人去害笑。身体无爽快，也袂互因去看医生，有一位被害女性就不幸死亡，严重侵害人权。本案起于一名印尼籍遗址在医院留下求助讯息，移民署会同松山分局与中和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循线追查，在检方指挥下2度收网，拘提10名成员，将其全数绳之以法。伫咧台东，警方也查到一件人口贩运的案件，引骗台东5位民众去泰国做电信诈骗，被害人拢互因虐待。警方伫咧台东甲高雄2个所在抓到4个诈骗集团的人。接获民众报案，遭人口贩运集团拐骗，已可以介绍到泰国工作，且环境好、薪水高、可赚大钱，想回国就可以回国等话术诓骗被害人。出国后即遭限制人身自由。这2件人口贩运的案件严重侵害人权保障，分别由台北甲台东地检署侦查终结，依照人口贩运防治法甲组织犯罪等罪嫌提公诉。记者综合报道。好，来看为着要帮助这4大人来明白到诈骗的手路，新脑科技文教基金会呢是伫咧家己的新港来办一场智慧防诈课程。若是甲4大人来用这手机啊，佮请警方来分享到针对老人的诈骗手段，希望会当提供正确的观念。敢有咧用手机啊？有 Line 吗？伊即个吼，就是假做因囝，甲讲妈妈，我需要钱啊！我要买物件，我差10万，啊，你赔互我。警方向社区的长辈分享实际发生过诈骗事件，为着要来提醒民众对诈骗手段的认识，嘉义县新港的外牌社区邀请新澳文教基金会来举办智慧防诈的课程，唔通甲长辈使用手机的方法，佮点破手机的诈骗当中常常会用的手法。宣导真好，因为无进诈骗哦，还恶质啊！我一个感觉就是用车手判了事情。应该搁修法。利用这个活动来深入基层，会甲大家来记得手机啊，真简单，要安怎来使用，防范这寡诈骗的一寡常识啊根据经济署的统计，2024年国内受到诈骗的被害者计共有13万人左右，其中65岁以上的长辈就有9000多人。嘉义县警察局表示，今年1月到8月65岁以上的诈骗案件就抓到96件，其中以诱惑是啥人、假警察、假假投资上侪。针对银发族招诈手段，本局将强化宣导作为，透过社区活动、里邻会议、乐龄学习中心、老人会等场合办理识诈课程。嘉义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占23.28%，是台湾老人人口比率上悬的县市。警方就表示，长辈因为反应甲判断能力的退化，对诈骗的手法较无了解，所以厝内亲人除了爱注意，长辈嘛要有正确的观念，才会当减少防诈骗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竹县的新丰乡有一间用喷来应付的环保公司，也毋过呢，煞互在地人指控讲，伊长期拢排一寡有臭味的水，是污染到附近的环境。环保局是表示讲，这挖3档内呢，已经累计甲罚11届啊，目前也要求业者限期来提出改善的计划。溪水顶悬出现黄色的泡，现场佫闻到臭酸味。这是新竹县新丰乡福兴溪当地民众指出，自这间专门用喷来漚肥的环保公司对工业区搬来遮了后，就常常闻到臭味。你看，到处都泡泡，它有一个排水系统会从那里下来，它下来的水是有点黑黑的，不是黄黄的，不是肉黑的。那你有闻到不好闻的味道吗？就是臭臭的。我们环保局查核呢，那确实有违法的一个状况哈，那我们环保局就依法告发。那我们查核的发现呢，因为它这个肥料有可能不符合这个肥料登记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函请农业单位来进场查核。针对民众反映，环保公司解释讲，因为公司是用喷来做原料，难免会发出臭味，家己也希望政府来协助
想办法改善臭味。是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因为这种东西它有机肥我可能发酵不完全，不完全的状况下去施作，那就会造成在施作当下。周边的民怨会起来。如果说政府能够给予一些帮助，或是说怎么讲，针对一些设施上，就是改善设施可以有一些容许的范围，那也许就是变成说我能够长期的帮政府解决一些废弃物的问题，那民众也不会一直被我的异味所产生的异味一直说就是干扰这样。目前业者每个月有机肥处理量挖2400吨。环保局指出，后续会请专家学者来到现场辅导，帮助业者改善，创造双赢。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劳工团体指出，讲目前全台湾呢是有200万的劳工，这当中呢有要2成是拄出社会少年人，而且因要搁咧领上价工资28000多块尔，所以因是来建议政府，若准要来解决欠工的问题，安尼唔是大量来开放移工，应该是爱提高上价工资，来保障民众的就业环境。9月底，劳动部就要召开上价工资审议会，有劳团办事开记者会，认为台湾应该爱提高上价工资。根据劳动部的统计，目前台湾有200万的劳工，投保薪水干那33000块，尤其是有要2成拄出社会少年人，搁咧领上价工资28590块，这也造成真侪少年人的工课做袂落去，失业的问题一直无解决。113年平均15到19岁青年的失业率是8.58%，21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则是11.62%，跟前一年的比较8.39跟11.76相比，其实没有明显的下降。劳团指出，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逐冬咧增加，对2024年的4.84%提升到8.01%。照理来讲，薪水也爱提悬。亲像韩国现在上价工资已经来到新台币的45900块。企业团体这几年持续不断的在喊缺工的这个议题，那解决缺工，他们想要依靠的政策是什么？就是开放移工。基本工资不是像劳工团体每次要开会以前1个月就大喊价，我们不能跟川普一样哈，大喊什么对等关税喊一大堆，50%、30%。针对劳团的诉求，工总是回应讲，虽然提高工资是必要的，不过照目前的关税政策来看，台湾的景气并无乐观。若是调薪调收制，对企业来讲也是一种伤害。但是劳团是建议着爱提高薪水，才会当真正解决台湾欠工的问题。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好来看，除了这劳工以外呢，公务人员的职业安全嘛是同款需要受到重视的。有民间团体是指出讲，因为这公务人员保障法是无法度亲像劳动部同款有这个稽查的能力甲制度，所以因是要求爱甲公务员来列入去职安法的保障范围，安尼才有法度来得到完全的保障。去年标出劳动部的公务人员因为职场霸凌自杀，今年更有消防员因为执行公务过身。有民团呼吁公务人员的职业安全嘛需要重视。因指出，目前公务人员保障和培训委员会是透过公务人员保障法来维护因的权利，也毋过保训会所无法度像劳动部有稽查的人力资源和制度，安尼公务员无法度得到完整的保障。公务人保障法里面的这个保护来说，它没有办法像劳动部一样把治安法落实到地方上去，落实到每一个职场里面。那在外部呢，也有一个专业的监督，能够更保障我们消防人员的安全。那其实说，后续的那个职灾跟那个职业病的认定，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民团嘛指出，今年政府有发布新的草案，若是拄到重大的专案，也是有地级加级的机构，唔免经过当事者的同意，就通甲调动的期限延长到半年。因为期限伤久，若主管单位唔帮人，新单位可能就会放弃当事者调动的申请，损害当事者想要请调的权利。调动是我们的权益，就是我们想调动，我们会做写报告，然后它就会存记，那总有一天会调到。对我们来说，我们难以想象会有调已经协调好了，但是拖了6个月才调这种事情。公民团体提出诉求，希望政府将签调的时间减少到4个月。另外，嘛要重视公务人员职业安全的问题，将所有公务人员加入职安法保障的范围，才袂互霸凌和损失的比较搁再重演。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
代替产业工会抗议，讲这支顶时呢是违法，唔互人来请病假。也毋过代替是强调讲，因一切拢是依法来处理，无针对着特定的员工。目前这双方讲法是差真济，后手是交予劳动局来处理。 计无到一个月，代替产工成员各家代替公司门口抗议上级技术违法，无回请病假，甚至出现执场霸凌。工会表示，员工表达不满了后，再去遭到打压，甚至劳动局解释调解。代替公司在无告知董事长的情形之下，竟然用董事长的名订上假单，不请病假，假做自导自演。他是不是就是一个伪造公文书的问题？ 你是不是没有经过我本人的同意，是直接用我本人的名义去填写这个假单？最后呢，再提出给劳检员，劳检员那边说他们有收到3张假单，2张是我自己填写的，1张就是站方填写的，居然是要自己想到查到我才知道，这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 照即卖规定，代替员工请假2次以上的病假，要提出医生证明甲受伤建议。代替声明经过查证，当事人其中1日已经提供病假，而且已经核准；另外1日无提供相关证明，照规定定期控制1日。公司后续依法行文通知当事人，告说明控制1日到2日的标准处罚时记过1摆，后续也会照定数来办理。全体员工都是依法行政，那。 今天这个案子它有一定的程序啦。那我们车站也对所有的同仁都是一视同仁的，不可能有差别的待遇。工会批评代替定时有够凊彩，有打压的意思，佮将当事人调动职务。不过代替强调一切照规定处理，无针对性。双方讲法出现落差，后续议员爱等劳动局甲相关单位来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的消息来关心的是，在中共呢，伫咱经济海域来设置油平台，咱总统府是正批评，要求因爱赶紧来停止运作。也来学者是分析讲，在中共呢，就是咧进行铺设地带的作战，建议讲，咱应该会当派公务船去到遐个细细的，来强化咱的海域意识。呼叫中国海警船3102尽速离开我方水域。 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战前才传出中国海警船想要走入去咱东沙海域，去互海巡监控赶走。即马根据美国国防政策团体詹姆斯顿基金会所发布的报告，中国离咱东沙群岛限制水域敢若48公里的所在，强强设置钻井平台、侦探石油甲天然气。总统府批评中国严重冲击国际秩序，要求马上停止相关的非法设置甲开采活动。 违反了国际法律的规范，也严重冲击国际秩序，即刻停止在我国在内区域各国经济水域从事非法设置与开采的活动。调查立委讲法同款，立委强烈谴责中国船入侵台湾专属经济区域内钻探的行为。哪位认为中国违法探勘是要切切咱的底线，恐惊会互两岸关系愈行愈远。 典型的在灰色地带进行政治的动作，这是台湾的底线。中共应该立即停止违法的钻探，否则会让两岸的关系是越走越远。这是赤裸裸侵犯我国主权及海权的做法。我要求政府要透过海巡及外交手段，全力维护台湾利益。 学者分析，中国故意选伫东沙限制水域外的经济海域钻探，会当闪开互人经济赶走的红线，佫会当透过无明确的地带手段对台湾增加压力，互咱的主权空间变无明确。建议透过科研钻探、海底研究等公务船，增加伫这个海域活动监控中方。我方的公务船舰的活动，去一方面监控中共的活动状况，二方面是 透过这个方式去强化我方的主权伸张，因为它还没有进到我们的禁限制水域的时候，强制执法会有它行动上的麻烦点。学者是讲，虽然咱方会当选伫东沙附近的专属经济区域强制执法，不过也有可能会互中国有借口相关金马地区的争议。建议咱方也当伫附近的区域进行侦探行为，建立海域意识，强化咱方主权的主张。记者采访报道。 自世界大战到今已经80周年，这 AIT 处长郭立坚，伊是少年当初时甲中华民国做伙来作战的情形。伊讲，迄当阵的这个合作，互今仔日咱台美之间这关系是真深。另外，这中国阅兵典礼，习近平、普京也有金正恩徛徛做伙，也互人解读做是反美国的决心。
拄到二战结束80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高立言伫社群平台抛相片，缅怀飞虎队甲中华民国空军伫二战期间同齐作战，抵抗法西斯主义，指出牺牲奉献的勇士守护无数生命，搁较造就台美高达真深的友谊。也毋过，中共是举行93阅兵，争夺历史话语权。中国国主席习近平、罗西亚总统普京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头一摆同齐出现，互外界解脱。中国想要形塑新型国际体系，造成关闭中心。对于国际地缘整个经济呢，它有很大的打掉重练，所以呢，大家需要迎接一个全新的态势。当然，就是因为大国的地缘政治。合纵连横呢，现在有一个新的常态，很多中型强权，所谓的摇摆国呢，他们也都希望在国际地缘政治上有他的发言权跟他的地位。前驻美代表高淑泰认为，美国总统川普2.0时代展开国际地缘政治专心态势，台湾爱谨慎应用。乌克兰战争跟台海冲突有它的连结性，包括在乌克兰战争之后。俄罗斯跟中国的军事合作已经超过双边的意涵，所以中国在任何台海有事，毫无疑问，俄罗斯的因素会越来越被凸显到。学者分析，中国甲罗西亚的同盟态势愈来愈明显，甚至在台海议题上，罗西亚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国际局势不安之下，台湾除了强化甲美国峰会合作，也爱继续争取理念瓦境国家的支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来看中国这届阅兵典礼呢，是展真侪项武器，也毋过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施耐德，伊是强调讲，这美军是无咧惊的，有能力通好来反制。另外呢，是有学者来分析讲，咱的国军即马是当咧落实这个去中心化的指挥管理，互官兵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中共93阅兵展军事实力，其中展示歼35日装战机，甲美军比拼的意思正重。共军公开战略义务，若强化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国家，也威胁美国本土。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施耐德强势回应，强调美军无咧惊，展出 B-21日装轰炸机、F-47第6代战机2大王牌加共军比冠机。path with our modernization efforts, and I'll point to the F-47 and B-21 as being a couple of keys. The takeaway for this is we are not deterred. We will continue to stay ahead of the challenges. We will continue to find ways to advance our capabilities. 美国印太司令帕马罗去夏威夷出席日前冲战纪念活动，讲到美军最高职责是合作侵略，让必须一战会以压倒性优势得到胜利。美军也头一届伫日本部署陆战队整合防空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队操作系统，反制中共的无人机威胁。另外一方面，美军点出国军的问题，将 AIT 武官扑向分析，国军前线部队因过等高层下令这行动反应的速度无够，恐惊影响战场的准确率，建议参考美军拍落就走，让官兵有自主判断的能力。对这代志，国军伫今年的汉光演习，严正去中心化指管，强化官兵情报收集，也个有独立作战的能力。有自主的情报收集手段，这就包括各种无人机。另外就是让他能够有独立从事作战的能力，就是你必须要加强他的防空跟反装甲，这样子他才能够去在特定的区域里面去独当一面。国军爱基层官兵作战的时阵变较主动，大量采购军用常规无人机，结合标称飞弹、刺针飞弹等单兵操作武器。学者认为，透过调整训练，有助国军连接现代化部队。记者采访报道。纽西兰的牛奶对今年开始这进口来台湾是免关税，农业部观察这冲击呢是无想的遐尔大。因为目前咱台湾呢是有88%的牛奶是为在美国来进口，这关税谈判敢会影响到咧？即马农业部表示讲，目前这状况还无介清楚，后手会继续来讨论。
自明年7月开始，牛奶若要标示青奶，就要摕到主管机关核发的青奶标章 CAS， 或者是3小乳酪等标章。政府希望用安尼来分本土甲进口奶。早期伫咧乳业协会70周年庆祝活动，陆龙讲欢喜看到这种政策的方向，但是对所落来台美的谈判，因也是担心青奶标示是不是变质无有障碍。我非常担心，我看到的问题就是美国不是老大，是美国老爸。我相信在政府上，在谈判上也有很多无力感啦，不是说政府的错。台湾自国外进口的青奶内面，上最就是美国占88%。若是明年开始文艺标示青奶，美国的产品第一个受影响。农业部也讲，情势还阁无确定，不过这个情势闪袂过，也是要面对。看办是纽西兰零关税犹太奶进口的影响，无亲像之前想的遐大。纽西兰零关税进口，并没有大家所担心的这些事情。台美的关税的谈判。虽然目前都还不明朗，但是后面一定会有对于我们国产的乳业会有一些议题。乳业协会也希望政府第三爱守护条，保护本土乳业。当然，我们一定会据理力争啊！你美国再怎么样也不能够抹灭我们食品安全，也不能够抹灭我们消费者猪的权利，这个我们一定要去力求。台湾本土乳业唔但是面对着国外介绍式的奶品竞争，伫咧国内也有真侪挑战。农业部讲，青奶的产量增加，不过去年个人一年青奶的消费量自22公斤降到无到21公斤，主要是因为有豆奶这寡其他的代替品所造成。所以除了希望陆龙家己控制产量，将一寡奶牛拍掉，也要强化多元奶品的产销连结。记者综合报道。即摆行政院宣布，银行法第72条之2的不动产放款比例排除申请案，也就是讲未来这申请案贷款呢是变搁再受这30%的限制啊。也毋过即摆是有专家认为讲，这款问题呢要来解决厝贷款，这效果是真有限的。贷款排队卡条的人，敢是有解决的方式。行政院会宣布，申请案贷款未来无搁受银行法第72条之2不动产放款比例限制，应回溯到9月7日。将银行办理新青安贷款的这个拨款条件，从114年，也就是今年9月1号开始，不计入银行法第72条之2的规定比率的限额，银行不得搭售购买其他金融商品作为这个融资贷款的条件。当然要检讨是可以检讨，但是要全面性去看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交叉比对以后，才能够真的修改这个出来的结果，确实能够让首购族这个部分确实能够贷到他需要的房贷。政府希望透过调整银行法第72条之2放在申请案的贷款量龄，未互民众排队苦等。因为为金管会数据来看，申请案为2013年8月以来，一直到今年7月底，已经核贷将近13万户，金额超过9900亿。各分析贷款民众的年岁超过70以上，拢是39岁以下的青壮年，40到49岁占22%，50岁以上占5%。不过银行伫放贷时阵，也是根据借钱人用途顶5批关键性核贷款，都惊放零了后做到滥用。未来政府会加强防线，包含每人一世人限贷1摆，佮加上签署自动承诺书，若出现违规转租，会缴回利息补贴。房贷荒要彻底解决的话，第一是央行针对不动产放款集中度要定出明确的游戏规则，到底银行降到多少算是及格线？那如果游戏规则没有讲清楚，大家都在揣摩上意，当然在房贷放款上就会相对比较保守一点。专家分析，纳算去新建和市场介绍出现下修，央行有机会放零第7波信用管制措施。不过，若出价意愿加悬，高效量无好状况，恐惊意愿会继续维持。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癌症，亲像是喙空癌，也是讲这卵巢癌呢，这会当用的这药啊是真少，也若健保通负担的部分嘛是真少，所以造成有病人呢是因为无钱，也是讲无健保等等的问题，无法度得到完整的治疗。即马有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爱增加健保会当负担的癌症药啊，来减少患者的压力。癌症一定是台湾民众死亡原因的头名。就有病人伫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无钱、药啊无健保等等的问题，或者的癌症病人无法度受到完整的治疗。这个经济的负担不只是个人，还包括了整个家庭。
那就是很希望可以把标靶药都全部纳入健保。所以当初我因为一发现就3期，所以其实这个费用非常的庞大。因为医生，我其实很想要走这种自费的免疫的疗程，但是好像没有药可以用，所以我目前在台大做的是人体试验。癌症希望基金会呼吁政府含肺癌、鳞癌、大肠癌这寡主流癌症比起来，亲像喙孔癌、卵巢癌等等这个绿色癌症，会当用的药仔少，有健保通好负担的嘛真少。基金会表示，虽然5年来新的癌症药仔有67%是健保负担的，不过有条件限制，所以真侪病人爱家己自费。为着会当降低癌症的死亡数，基金会希望未来健保会当负担的癌症药仔通增加。这些弱势癌症呢，实际上呢，其实不是真正的发生率很低哦。我们所谓的弱势癌症，包含了他们所谓的资源弱势，也就是说，虽然引进的药物这么多，但实际上10年下来，适合这些癌症病人的用药并没有很多，都非常的少。然后，甚至这些病人往往因为他的社经地位的关系，或者是他的好发族群的关系，他有所谓的发生弱势。基金会表示，希望大家会当为着绿色癌症发声，莫互因为医药费负担袂起，放弃治疗。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那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3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2度，外岛地区28度到32度。那个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